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儿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，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女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女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跪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嫡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
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嫡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百般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位已无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嫡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
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威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。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义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。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。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，哎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义渠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
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？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
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！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社稷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，朝堂非议。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，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也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报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，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吵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太后有所不知，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，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初礼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
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呢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子歇，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啊，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轻声，切莫张扬啊！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公公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，无死战，闻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，王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哎呀，走吧，上朝啊！走了，上朝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！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诸卿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。
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，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，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唐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说。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不去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，荒唐。诸卿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急患，难以取回。秦大夫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啊！听我一言。荣瑞，你为何要阻拦诸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？是啊，这就是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就是啊，对。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极容混淆。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！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
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，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小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？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就是啊，好，始祖们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齐国，齐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，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容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妇。自然是要姓嬴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儿臣恳请母后收回成命。为什么？儿臣是一国之君，母后若在朝廷上下被人戳指脊梁，儿臣惶惑如何治理国家？更何况母后不该罔顾臣民心意，毁了您的名声。大道理不必说了。今日大朝，雍瑞的那番话，难道无人转告你？儿臣不能接受，请母后治雍瑞谗佞之罪。继儿，当初母亲怀上你的时候，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。有人不想让你出事，用了种种手段来算计你的性命。可我终究还是把你保了下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儿，我的骨肉。我就算自己不活，也要保你平安。当日我身处卑微，尚能保住我的孩儿。如今，谁还能再迫使我杀死自己的骨肉？母后，当初与眼下不同，有何不同？难道你是说，我当日怀上你是名正言顺，因为有一日你可能会当上大王，为我带来荣宠，母以子贵，所以你的性命更金贵。而这孩子有可能会为我带来谤言，会让人对你视皮论骨，我就该轻贱他，杀了他。继儿，对母亲来说，我腹中的孩儿同你没有差别。你只想讨好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对这孩儿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。别忘了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儿臣是嬴氏子孙，儿臣自有兄弟。是啊，你的嬴氏兄弟们有多少都想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脑袋。
你宁可要那样的兄弟，也不肯留下母亲腹中的兄弟。母后，儿臣不是容不下你腹中的孩儿，而是你心里根本没有了父王，只有那个义渠君。你父王已经与我天人永隔，你却要我做抉择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执意想认的兄弟们，如今大都被葬在城外的墓地里，而我腹中你的兄弟，却可以和你绕于膝下，做嬴驷的儿子。你来选，要哪一边？母后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是你来逼我的。母后，出去。儿臣出去，就跪在殿外。母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儿臣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。儿臣只是凭着一个做儿子的心，求母后改变主意。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母后好。大王，姐姐，快赐座。姐姐，我们刚才看见大王跪在殿外。他想跪，由他去。这也难怪大王，他毕竟年少气盛，遇事不知道进退。难道姐姐就没有别的法子处置眼下的麻烦？荣兄这是何意？既然姐姐已有身孕，就该力保母子平安。更何况妇人堕胎那是性命交关的事情。我怎能不替姐姐打算？但就算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可以暗中安顿，过后他人又敢说些什么？如今此事已被人四处张扬，让大王颜面无存，让我们不好收场。这倒也是，这些本是内宫事宜，究竟是谁把他传得沸沸扬扬的？我虽已在宣示殿执掌权力，但不甘心情愿臣服的人依然众多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宣扬此事，拿他大做文章胁迫于我，挑动继儿与我母子不和的依然大有人在。荣弟，你的谏言并非不可，但却不能用在这个时候，更不能用在我身上。臣弟不明白姐姐的意思。言论汹汹，无非是逼我让步。我平定诸公子之乱，推行商君之政，剥夺了他们诸多旧有权势。如今他们只能示弱，我若退一尺，他们就要进一丈。我若堕胎，接下来我与义渠君之事亦成了罪过。世人做事心中有愧，偷偷摸摸。我若生下这孩儿，暗中抚养安置，那就永远成了对手的利器和束缚我的桎梏。此言有理，是臣弟思虑不周了。魑魅魍魉最喜人过，专喜窥人私隐，杀人于无形。那些不满之人，借此事到处煽风点火。处理此事嬴氏大宗伯，司马错为人耿直，难免受人蛊惑，上了他们的当。所以遇上此类事情，我绝不退让。你要把私隐之事当成把柄，那我就干脆摊放在炎炎日下，
看你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天底下的事，再多弯弯绕的心思，终不如以力制胜，以强克弱。姐姐既已决意，无论有何事，我们都会与姐姐同心协力。只是姐姐对大王不要如此的严厉。母子之间若是生分了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这一生，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气连枝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硬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她太孤单了。荣兄先回吧。大王，这样硬撑不是办法。舅舅，你母亲的性子你并非不知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，对她要以柔克刚，不可以硬碰硬。大王，事缓则圆。你这样跪在这里，伤的是你母后的心。况且太后怀有身孕，不能动气。大王和太后都深系国家，身体要紧，不如听舅舅的话，先回去歇歇，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我要听母后一句话。你母后已经有话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舅舅，难道在母后心中，真的就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吗？你母后心里若没有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劝你？大王，各让一步吧。来，先起来，啊！王后，我来吧。舅舅，不可。既然我是你舅舅，有何不可？会有一点疼。哼，要像个男子汉。你母后若看到你腿上的伤，不知会有多心疼。母后如今心里哪还有我呀？你已成人，要多体谅你母后。你知道你母后为何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儿？她说，她只有大王这一个孩儿，怕大王在这世上太过孤单，所以一心想要给你一个异母同胞的兄弟，好让你们相互扶持、相互照应。荒唐！舅舅，你真的相信这些话吗？我信啊。他若说出其他理由，纵有100个，我也会驳了他。
但唯独这个理由，我无言以对。为何？看看我，看看你米荣舅舅。我与他虽然不是同父所生，但你母后不管走到哪儿，有多苦有多难，从未放弃过我们。一有机会就要使我们聚在一起。这世上若还能够有什么让他低头的事，就一定与我们有关。母后他这是姐弟情深。你母后常说，先民之初，人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便无手足相残之事；待之有父，便有手足相残。兄弟同胞，从母是天性，从父只是利益罢了。眼下之事，他之所以如此固执，不过就是想要给你留下一个骨肉至亲。继儿，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母后的一片苦心呢？舅舅，我的腿不那么疼了。新鲜的青菜，新鲜的青菜，看一看了。大监，黄公子，太后在里边等你呢。好。迷人儿，看看迷人啊！太后，你我之间何必客套？那好，那我就仍称你为月儿。自从先惠文王过世，四方馆就被荒废了。我知道，眼下不是见你的好时候。月儿要见我，我是一定会来的。其实你刚一到咸阳，我就打算与你提及此事，只是日日大小繁杂事务纠缠，反倒把这要紧的一推再推。没想到后来，就有了更多的曲折。月儿是想重新振兴四方馆，不拘一格，招贤纳士。子贤，你懂我。我这样问你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世间最懂我的人，当然是你了。月儿重振四方馆，便能重振大秦。得人才者得天下，这是治国之治理。只是你要与我商讨此事，召我进宫便是。你如今有身孕，最劳累不得，怎可亲临四方馆，车马劳顿？你还是事事把我放在前头。宫里满耳都是老鸭聒噪嘈杂，到这里来，这心反倒可以静下来许多。老鸭日暮聒噪，不去理睬它，自然会散去。别人倒还好，可是继儿本应当与我母子连心，连他也容不下我腹中的孩儿，真叫我心痛。正因为继儿和你母子情深，恐怕他在意的不是别的，而是怕别人夺走了他在你心里的分量。可继儿已经大婚，就算依恋我，也不该如此不通情理。大王宅心仁厚，但无论是谁，面对横刀夺爱，都不愿意听所谓情理二字。
记得当日在燕国，雍瑞迎你回秦，我怎不知你对大秦社稷意义之重大，而我偏要百般贬义毁谤，希望阻止你回秦，因为我深知江山让人不堪重负，我怕因此断了你我的缘分。子歇，去吧，去看看大王。他此刻需要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你的舐犊之情。那这四方馆招贤之士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让黄歇来打理吧。大王，早膳准备好了。寡人身子不舒服，没胃口。早膳是精米粥和枣糕，大王平日最爱吃的。那精米粥和枣糕再好，也比不上母后的手艺。你未曾品尝，怎知不是母后的手艺？母后，坐。这精米是今年的新米，枣糕也是早上刚刚蒸就的，还有这几样小菜，继儿尝尝，娘亲的手艺是否比得上从前？继儿，尝尝吧。大王可好吃？嗯，香吗？嗯，香。其实做精米粥并无诀窍，只是精米头天要泡一夜，小火慢熬才能香糯。这枣糕却是要花点心思的。红枣用清水浸软后去核，加入桂花少许煮片刻，晾凉后再加入蜜糖水和那麦粉，慢慢搅拌均匀，然后将姜倒入蒸盘中，隔水，大约要蒸1个时辰。这么繁琐，母后您这是何苦啊？因为是做给继儿吃的，娘亲做给孩儿吃，做的时候高兴，见孩儿吃的时候更高兴。我5岁便与娘亲分开，刚满7岁，娘亲便过世了。我每每见到别的孩儿有娘亲疼爱，这胸口总是会酸酸的痛。决意有一日，若自己有了孩儿，定要对他千般万般的好，即便缺衣少食，也不能缺了娘亲的怜爱。娘亲知道继儿素来爱吃什么，我将教会米瑶给你做精米粥和那枣糕。就算有一日娘亲不在了，继儿也能有人照料，有人心疼。据可靠军情急报，齐魏韩3国已经联盟，合计12万人马出兵讨伐楚国。哼，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什么理由？楚国与秦国联姻结盟，背叛合纵之约。太后，老臣以为，我大秦应该借机出兵救楚。这也是一次教训他们的好机会。唉，他们也真是小气。人家2个国家结亲娶媳妇，这他们都生气。上次朱公子之乱，他们趁火打劫，
从我们手里拿走的城池土地，朕还没有向他们讨要回来呢。看来，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朕要你为主帅，领兵5万，拿下魏国蒲坂、阳春、丰陵。臣遵旨。米荣将军，臣在。朕给你精兵3万，直取韩国5岁。臣遵旨。楚离子，太后，朕听说你得了脚疾，怎不找太医令给你好好诊治一下？太后，臣老了，到了病找人的时候了。今日医好脚疾，明日又是头疾，不医也罢。楚离子聪明过人，怎会如此讳疾忌医？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去一趟太医院，让太医令李密午后去一趟左相府。是，太后。在你的脚疾未医好之前，朕赐你软轿进殿上朝理政。太后，僭越进殿，僭越了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有何僭越？若软轿能顶替王叔的腿脚，那是物尽其用。老夫不爱，倒是太后，太后您多注意身子。我还好，倒是出离子，自从那次雍瑞在大殿里提出“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”之后，出离子来宫里议政的次数少了许多。老夫除了脚疾不便，还要操持一些宗室事务。出离子是大宗伯，自然事务繁忙。可王叔不仅该关照宗室里的孩儿们是否姓嬴，更该关照他们的心是否也姓嬴。是，太后说的对。快，把那热水端进去，快点啊！手脚都麻利点，快，哎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热水，快进去，快进啊！这边，来一块啊！放好了。回宫。大王，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
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让我抱让我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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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，像你，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来，把孩子给我吧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？因为想到孩子，想到孩子的将来一定比我更有福。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、牧羊、狩猎、征战。哈哈哈哈！我们一曲啊，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一曲草原相比，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子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。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虎为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。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母后，寡人昨日去北郊军营验兵，真是阵马锋强，锐不可当啊！是啊，时经2年，大秦铁骑终于成军了。年前，司马将军攻取魏国蒲坂、晋阳、丰陵等城池，米荣将军夺取了韩国5岁，
年后，义渠君又带着白起、魏冉荡平了西戎，而后挥师北上，从赵国手中夺回了我们的榆林之地。太后可喜可贺呀！自此以后，我秦军当横扫天下，威震中原。只是下一步，大秦该剑指何处？楚国。当初楚国趁我大秦内乱，拿走了我上庸之地，眼下是拿回来的时候了。母后说的在理，我们替楚国解了齐、魏、韩三国联合讨伐之围，楚王早就应该把上庸作为酬谢还给我们了。除此之外，从长远看，我们要一统天下的症结就在楚国。为何是楚国？楚国几代贤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得国土5000里，几乎是列国的总和。气候温和，百姓富庶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大王，得楚地者，得天下。既然楚国地大物博，恐怕暂时秦国还不是楚国的对手。现今楚王昏聩，重用佞臣，逐客以资敌国，自内需而树怨于诸侯。所以楚国只是一只病老虎，外强中干并不可怕。只是老臣唯一担心的是太后因楚国是自己的母国而放弃机会。眼下我们与楚国定有盟约，如果开战师出无名，岂不被人指责毫无信义？这个太后放心，只要太后愿意，机会会有的。你看，子兰都已大婚，大王对他将来一点打算都没有。眼下看，尽管公子娶了秦国公主，但也难以动摇太子恒在大王心中的地位。为什么？我们子兰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比不上那个芈恒了？太子已立多年，尽管平庸，但从无大错。乍然要动楚军地位，恐怕在朝堂上会引起内乱。晋大夫足智多谋，何事还能难倒你呀？唉，实在是有些无计可施啊。况且他人在咸阳做质子，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想要挑他的不是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晋大夫，我记得你在秦国好像还有朋友，那个雍瑞不是和你还有些交情吗？何不让他想想办法？是啊，南侯莫急，容臣筹划筹划。哎，客官慢用。太子，听说对面那家鸭子炖的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面不要叫我太子。是。去吧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哎，出什么事了？昨日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书信，说咸阳城有人知道了我楚国太子的身份，图谋勒索，要我当心。小二，打酒！打酒！放肆！这把短剑是谁的？是你爷爷我的。不服气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无视秦法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你能怎样？闪开！哎，小北，闪开！你们几个竟敢跟我们动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
哎呀！公子，姐姐，杀人了！武校尉被人杀了，快走！是我的剑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子期，你快从后门走，这里我来挡着。快走！何人在此私斗？在下黄歇看得清清楚楚，私斗之事便是躺下的军士寻衅挑起来的。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杀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跟我回去，见了我们廷尉说个清楚。带走。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杀人。太子，你杀人了！不是我，定是有人陷害。咸阳街头人人在传，都说亲眼看见楚国之子杀了人。不是，秦国廷尉正在追捕你呢。真的不是我。不想啊，秦国廷尉前来，我自会跟他说个清楚。太子，等什么等啊？既然有人要害你，怎会给你分辨的机会？他们必是要诬告你在咸阳杀了人，然后把你关进大牢，将你害死在咸阳啊！我没有杀人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先赶快离开咸阳，逃回楚国，再做打算。离开咸阳，逃回楚国。快，太子快换了装扮，跟我走吧！啊！太子，公子，太子呢？太子已经走了。太子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太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带着侍从离开了咸阳。他跑了？是。哎呀，他这一跑，正中了别人的圈套。我去追他。蒙将军，黄公子。你可知道楚国太子恒杀人之事？太子定是被冤枉。冤枉？那他为什么还要逃走？这恐怕是事出有因，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。稚子出逃是大罪，你身为太子恒的陪伴使臣，难逃其咎。怎么，你也想趁机溜走吗？将军误会在下了。大王有令，不准黄歇离开咸阳半步。什么？太子恒杀人，跑了？是。你何自来咸阳做质子？一贯谨想慎微，安分守己，怎么会有这等事？他杀人之事已被坐实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我仍猜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。雍大人，不会是你做的圈套吧？啊，太后放心，雍瑞要做，也会比这高明。只是那陷害之人不慎走漏了风声，让雍瑞提前知晓，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样说，
他们给了我们理由，对楚国说不了。正是。质子出逃，岂不害了子歇？太后放心，子歇人才难得，微臣已派人将他留下。太后，不要再犹豫了。那楚国太子恒杀我秦国军士，本该黄害服罪，竟然私自出逃，此举对我秦国是大不敬。恳请太后大王出兵讨伐恶楚。楚国质子杀人，私逃回楚。秦楚之义就此破裂。楚国如此侮辱我秦国，形同犬彘，不共戴天。我大秦当与列国联兵，共同伐楚。臣谨遵太后之命令。大王，眼下秦军已经攻下了重裘、襄城等6座城池，这情形是糟透了。金大夫，我楚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？那秦国铁骑勇猛异常，我们的战车不是对手。况且，楚国这些年士兵缺乏训练，眼下分散各处还未集结。大王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否则秦人就要深入楚地，与我们全面开战了。眼下此事，可还有挽回的余地？金上啊，你不是刚刚才见过秦国的使臣吗？那就赶快再去疏通一下。实在是事出意外，楚秦联盟为莫逆之交，切不可前功尽弃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莫慌莫慌，有什么话就讲。太子身为质子，私逃回国，才导致这样的祸事。依臣切看，只有严惩太子，以向秦国谢罪。夫人，如今秦国已经宣战，事情已然闹大。就算是寡人现在狠下心，杀了恒儿，只怕也于事无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金大夫，秦人那边什么意思？那秦国使臣说了，秦国太后与大王是至亲，一直从中斡旋，想要保住秦楚联盟。不过，诸国妒忌秦楚交好，不断使人恶意挑拨，不免使得秦王与其他重臣心生猜忌。眼下当如何是好啊？那秦国使臣还说，最好能够让2国国君见面会盟，解释清楚其中的误会，免得让别人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大王，谁惹的祸事，让谁自己去承受。大王，不可轻易放过那太子恒。这个逆子虽然犯了错，但终究是寡人的儿子。看来这次也只好由寡人出面为他收拾残局了。
夫人，夫人，微臣有事要禀告夫人。大王已经决定为那逆子担当一切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夫人，如今朝堂上下乱作一团，只有劝大王前去会盟，重建秦楚之意。也怪你无能。说好了让米恒闯祸，求在咸阳，让大王废了他就是，怎么能让他跑回来，惹出这么多的事端？那边怎么回事，微臣也不知道。眼下多说无益，只有先平息了与秦国的争端，才能再提那废太子之事。劝大王与秦国会盟倒也不难，不过太便宜了太子恒。见过夫人。夫人，臣倒是有个主意。说。聪明人两次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。少废话。明说。夫人，不如建议大王再派太子去齐国为质。哼，这算什么主意啊？只要太子在齐国再惹出什么祸事来，就算这小子命大，还能逃回来。可是一个太子两次为质，如果先后惹翻了2个国家，那可就……哎呀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楚王同意会盟了，他曾把母后和舅舅害得好苦，我见到他，定不会轻饶他。楚王若是来了，我们获得的就不止3、5个城池了。只是此事我们还没有明示太后。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只怕她在此事上会有所迟疑。再者，皇协一直在试图劝阻秦国对楚国用兵。大王不会不知皇公子在你母后心中的分量，他的话对太后多少还是有作用的。太后，公子歇来了。快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太后，你来的正好。昨日我刚得了魏良人给我送来的菊花茶，我正想着哪日与你一同品尝，你就像听着信儿似的。谢太后牵挂。木心在。把茶烹好了，端上来。是。太后知道，我来此，并不是想品茶。无论何事都是俗事，哪里比得上你我共同品味好茶？我宁可先俗后雅。子歇，坐下说。子歇坐不下。敢问太后，秦楚打算会盟？是，因为楚王同意会盟和谈，所以我们才从楚地退兵。就算会盟，会盟之地该选择秦楚中界之地，怎么会选择武关？武关有何不妥？当年你我相约出走，不也选择了武关相会？武关在秦境，只怕楚王入了秦国会有不测。还未会盟，怎知有不测？这明摆着就是头顶利剑，悬而未斩罢了。子歇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秦国太后，秦楚会盟一旦有所不测，这便是无信无义之举啊！你该如何给列国一个交代？你若任凭秦军铁蹄踏碎楚国，有生之年，你该如何回到汨罗江？你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
子歇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子歇，你可知道里面是何物？秦宫中珠宝无数，子歇猜不出来。这是我当年离开楚国时取的一捧楚国的泥土。当日魁姑告诉我，若离了故土，去了异乡，水土不服，就用这故乡之土，每日取少许放在水里饮下，既可治疗水土不服，也可解思乡之苦。我就是用了这法子，度过了刚开始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后来这些土就留下了，一直放在身边。楚国水土，无时无刻不流动在月儿的血脉里。我自然无愧于汨罗江，无愧于父母和楚国的先祖。既然如此，子歇也无话可说了。但是，自太子恒出逃以来，我便一直被迫留在咸阳。我一直猜测，太子恒被诬杀人，不得不逃之事，与你有脱不开的干系。子歇，你错了，此事我真的不知情。若不是你亲手所为，也有你大秦的谋士在中间推波助澜。我猜测，雍瑞定是幕后推手。眼下秦楚交恶，千钧一发，一旦楚国危亡，子歇定要返乡救楚国于水火。到时候，望太后不要拦我。我说过，我倾其所有，不会让你走的。子歇，子歇，子歇！母后，明日孩儿就要启程去会盟了。再有几日，楚王的车马也就该到武关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母后以为，雍大人和冉舅舅的主意如何？武关会盟，不动一兵一卒，便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好。母后，怎么了？雍大人让寡人给母后带一句话：眼下，太后不该只为一人、一事、一国着想，而该为天下着想了。那是自然。时候不早了，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王也回来了吗？臣弟快马先回来。与楚国会盟之事如何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楚王进武关之际，大王下令关闭城门，并扣押了楚王，准备带回咸阳。
不是早先说好，只要楚王答应割地致歉，便不动手的吗？早晚是要动手，大王只是性子急了一些。这哪里是性子急，这是授人以口实啊！都不说话。初离子，你为重臣之首，你先说。既然扣押楚王已成事实，敢问太后，楚王不日即到咸阳，此事如何处置？初离子认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天下皆知秦楚武官会盟，大王忽然下令关闭城门，将楚王挟持到咸阳。若此事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方式，只怕会引起列国的质疑，说我大秦毫无诚信，以欺诈手段扣押他国君王，非人人君子所为，一定会引起诸侯的猜忌和敌意。只怕大秦以后难以取信于诸侯。楚离子此言差矣，是楚国质子杀人潜逃，毁约在先。楚王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肯真心赔礼致歉。楚国的傲慢无礼惹怒了大王，这才命人将他带到咸阳质问而已。你以为这么说，列国会信吗？列国只是向我等要一个交代，至于信不信，由不得他们。如果他们真心想对我秦国开战，任你如何解释，他们都有动武的借口。假如他们不打算开战，无论给他们什么理由，他们都会欣然接受。雍瑞之言，初离子以为如何？如果大秦有足够的实力，说什么话诸侯都只能违心的相信，自然无法。但眼下，大秦的实力还不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派出一妥当之人，游走诸国，说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秦国大王扣押楚王的道理，免得诸侯猜忌，引发后患。唉，若是张子在就好了。老臣不才，愿亲自出马去试一试。那就拜托初离子了。不知初离子打算如何向诸国解释？老臣还没想好。朕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就说此事并非秦国大王所为，只是太后一意孤行。因为楚王与太后是兄妹，早年间在楚宫中曾有恩怨。此次武官会盟，太后把国事当家事办，此举确非君子所为。但太后本来就是一介女流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也就无需用君子之道衡量了。好在他们兄妹相见，说长道短，等到恩怨分明，就会放楚王回去了。太后如此说辞，完全是为大王着想，不计个人荣辱。朕是一妇道人家，有什么荣辱可言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白起，太后，白起愿为太后分忧。我何忧之有？天下，你说什么？难道太后就真的没有一统天下之忧吗？世人皆知，得楚者得天下。既然楚王已经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大可以乘楚国无主，挥师南下，直取郢都。你想灭楚，谈何容易？楚国立国800年，自周王室建立以来，
就屡次兴兵南下，想灭了楚国，可却是屡战屡败，让楚国从一个小小的子爵，成为诸国当中第一大国。晋楚争霸300多年，晋国早已消亡，而楚国却是越战越强。不是也曾有一人成功过吗？你是说伍子胥？是。北国伐楚，无不失败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战术。北人骑马，南人行舟，北人面对水战束手无策；而伍子胥伐楚，则是用的吴国兵马，水兵舟战行家里手，此其一也。伍子胥伐楚，便是利用了楚国君臣不和，楚国分封之臣根本无心反抗，一击而溃，此其二也。伍子胥行军神速，直逼都城，都城一溃，楚国便溃，此其三也。你的意思是，密戎将军在楚国待了多年，他了解楚国内情，更知如何用兵分化楚国君臣。司马错将军平定了巴蜀，为我们南下扫清了道路。我们可以兵分两路，一路由我带领，翻越秦岭，正面攻打楚国；而另一面，则可以由司马错将军率领巴蜀的兵马逆乌江而上，攻打李业，再顺流水逆沔水，直逼有东。太后，太后，看着大秦一统天下！太后，怎么？太后若觉得白起过甚其词，不，朕只是惶惑罢了。太后，拜见太后。免礼。这么晚了，将2位爱卿请来，是因为朕有一件事情要与2位商谈。太后，正好我与司马将军商议，有关楚国之事，愿为太后献上一策。那就雍大人先说。太后，我们该利用眼下楚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攻伐楚国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谁能抓住这个机遇，就能万世长存。而当下这个机遇就在我们面前。太后，臣以为，我们可以从巴蜀出兵，沿江而下，直入楚国腹心，再要有一支军队正面攻楚。朕请2位来，想说的正是同一件事情。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。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朕能有你们这样的良臣，是朕之幸事。我等一直担心，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太后会因妇人之仁而不忍对楚用兵。如此看来，太后不让须眉，胸怀的是天下。先王的确没有看错人，此乃我秦国之幸事。此事你们与白起尽快拟一个详细谋略出来。是。太后，您只怕这件事情，我要愧对一个人了。太后，您说的这个人可是木心？在。明日请他到宣誓殿来。是。多谢太后以实情相告。子歇，子歇终于等到了结果。太后扣押了楚王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在情理之中。子歇或许不信，但的确是突发之事，始料不及。楚王乃一国君王啊，太后怎可背信弃义？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。
但子歇不必为楚王如此激愤。君有明君昏君之分，君视臣如手足，臣待君如父母；君视臣如土芥，臣待君如寇仇。既然楚王是屈子于你等贤臣为泥土草芥，任意践踏，那子歇何苦还要替其卖命？子歇是楚国臣子，我的命就是楚国的。或许有一日，天下再也没有秦国、赵国、楚国、魏国，那子歇的命又是谁的？子歇看不到那一日，子歇只能看到即将破碎的800年楚国5000里山河。前几日，我去到四方馆，听到侧士们都在争论天下是否归一，这让我想到800年前，楚国究竟在何方？周天子统一天下，分封楚立国于丹阳，乃是子爵之位，地不过50里。而今楚国开疆拓土5000里，而周天子之地却连50里都不到。太后不用跟我说周天子之事，天命有归，这不在黄歇的把握之内。或许有一日，芈月要做的，就是周天子做过的事情。这就是说，太后已经迫不及待，非要灭楚不可了。数百年前，长江以南曾是楚国旧地，曾有上百个部族日日拼杀，后来被楚国一一收复，江南再无战事。若是秦楚合并，那秦楚之间或许有那么一场大战，但战后就可以享几百年的安宁了。子歇总算明了太后的心思了。子歇，我的心思绝不瞒你，我要你留下。留下帮你穷兵黩武，置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帮你取得大秦的天下。留下不是为了帮我，是为了帮天下。天下一统，将士们解甲归田，不再动兵征战，才可享受太平盛世。只怕百姓等不到太平盛世，见的是遍地白骨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代价的。这是你要的代价，不是我黄歇要的代价。抱歉了，太后，我必须得走。你要走，是因为与我赌气？我要走，是因为我痛心。堂堂大秦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们遵行商君之法、背弃礼法的结果。大秦实行商君之法，民殷富，国富强，百姓乐用诸侯亲附，人心所向。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情。自欺欺人！你的商君之法，在子歇看来，就是违礼、弃伦理、无信义，以恶制恶，贵上欺诈，轻罪重罚，令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商君之法切实可用，立见成效，急功近利，不可持久。子歇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今日之争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你若信月儿，你就留下。你不再是月儿，你只是大秦的太后。抱歉，子歇帮不了太后。子歇去意已定，望太后不要留我。
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絮，我驾驭